这是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内容有：达赖喇嘛尊者透过视讯向印度医疗团体发表演讲；达赖喇嘛尊者与司政洛桑森格致函悼念台湾前总统李登辉逝世；西藏比如县前政治犯丹增曲扎在达兰萨拉不幸离世；西藏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选任2名选举专员；驻伦敦办事处举办有关西藏与香港问题的网络座谈会；印藏联络办公室召开关于加深印度与西藏关系的网络研讨会；葡萄牙援藏团体在疫情期间举办西藏国旗口罩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7月29号在达兰萨拉的勤宫内，透过网络直播向印度多家教育机构的学生发表主题为“慈悲心：当今纷乱世界的解答”。同时，尊者在演讲结束后与学生进行问答。在当天的演讲活动开始前，主办方感谢达赖喇嘛尊者能够同印度多家教育机构的学生进行交流。同时，主办方强调，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灾难，包括武汉疫情对人类的安全所造成的威胁与损失，祈请尊者对此作出开示。达赖喇嘛尊者在开示时向与会者们强调，关注印度那兰陀伟大学者寂天大师的著作《入菩萨行论》的重要性。尊者引述这一著作中有关如何应对负面情绪的部分。When we face some problem, then we should analyze if that problem can overcome.Then, you see, no use or no need to worry. Work hard. If the situation no way to overcome, then no need to worry. Just we can't avoid that.同样，在上周四7月23号，达赖喇嘛尊者透过网络直播，以实践医疗中的慈悲心为主题，向全球印度裔医师协会为主的印度医学和瑜伽协会的医生、学者以及学生作出开示。尊者在开示时提到人的健康状况时表示，当今世界许多人过度追求物质生活，却忽视了提高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并产生许多破坏情绪的负面因素。因此，尊者认为，当前人们有必要更加关注内在价值，包括学习古印度文明中的非暴力与慈悲心，并使内在与外在的健康保持平衡。达赖喇嘛尊者最后呼吁医护工作者在对病患进行治疗时，若能够展现出慈悲与温暖的一面，将对患者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台湾第一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前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先生于7月30号晚间7点24分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享年97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获悉前总统李登辉逝世的消息后，相续致函慰问前总统的遗孀曾文惠女士及其家人。达赖喇嘛尊者在调研信中写道：“众所周知，我很荣幸在1997年首次访问台湾时与您的先生见面，当时他是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随后，我们在台湾和某些地方的和平论坛上再次相遇。我视待他是我的私人好友。李登辉前总统对于台湾民主发展的贡献非凡卓越。如今，台湾已是一个充满生机和繁荣，以及拥有丰富文化底蕴的民主国家。也许我们能向他致以的最大敬意，便是铭记他的勇气和决心，并效仿他对于民主的积极奉献。
而司政洛桑森格在调研信中写道：“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境内外的藏人，对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先生的逝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他的离世让台湾人民和全世界的藏人都感到无比的悲痛。李登辉先生是第一位接待达赖喇嘛尊者的台湾总统。尊者也于当时首次向台湾人民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前总统李登辉先生与达赖喇嘛尊者之间具有历史性的会晤，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团结开辟了新的路线。”司政最后写道：“李登辉先生的勇气和远见的卓识，坚定地捍卫了台湾民主事业，并带领台湾经历了从戒严到全面民主的历史性转变。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亚洲最具活力的民主之父。”此外，曾参加1968年西藏东部康区比如县大规模抗议中共运动而遭入狱12年的前政治犯丹增曲扎，于上周日7月26号不幸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德勒医院离世。在中共入侵西藏后，逝者丹增曲扎像成千上万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僧尼一样，也被迫离开寺院，开始从事艰苦劳动。1969年9月，他因遭中共指控参与比如民众在街头举行的大型抗议活动，并在同年9月20号遭中共非法拘捕，同时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1996年，他为了觐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及寻求尊者的祝福，从而踏上流亡印度之路。另外，西藏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于本周二7月28号召开第324次会议，选任2名藏人为藏人行政中央选举委员会选举专员，协助选举委员会主席展开2021年流亡藏人大选的各项事务。据《流亡藏人宪章》第8章第97条之2款 A 项之规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及议会议员的选举或其他的选举工作期间，自开始到结果正式公布之前，需增设2名主管协助。因此，在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和副议长以及司政提名后，西藏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成员在本周二进行投票后，一致选任卓玛林尼寺的佛法教师格西玛德列汪姆以及萨拉高等藏域研究学院教授索朗坚参先生为藏人行政中央选举委员会选举专员，协助选举委员会主席展开2021年流亡藏人大选的各项事务。另外，在中共当局通过香港国安法后，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于上周一7月20号组织有关西藏与香港问题的网络研讨会。在当天的研讨会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提到，1951年中共强迫与西藏签署的17条协议遭到中共当局推翻，对西藏人的所有承诺都被否认。司政强调，香港现在正在重蹈西藏的覆辙。与会的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哈特在讨论会上就以英国当前对中国所持的立场指出，近年来中英之间的关系在不断的变化，在习近平接任国家主席以来，中英关系变得更加恶化。英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蒂姆·劳顿指出，中国近年来通过孔子学院对各大学校和董事会的影响力日益增加，表达了关注。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布朗教授在讨论会上强调了3个问题：地缘政治、机遇和中国境内的各种问题。与此同时，总部设立于首都新德里的印藏联络办公室召开了一场主题为“印藏关系未来战略与抗议中共政权”的网络研讨会，包括西藏运动核心小组和印藏友好协会等成员参加了当天的讨论会。与会者在讨论西藏问题时一致认为，西藏问题不仅对西藏，而且对整个喜马拉雅地区都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印度援藏团体需要团结一致，为西藏的正义事业发声。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葡萄牙援藏组织在2019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将行动与健康安全结合起来，制作印有西藏国旗的口罩，以此向该国民众介绍西藏问题。葡萄牙援藏团体成员亚历山德·克利亚女士表示，她和她的女儿看到最近的欧盟理事会会议上，大多数欧洲领导人都戴着印有各自国家的口罩，于是发起佩戴印有西藏国旗口罩的运动，希望以此向该国民众介绍西藏问题。克雷亚女士指出，在疫情期间，这一运动得到了非常积极的回应。通过这次西藏国旗口罩运动，成功地让他获得不断为西藏自由事业而努力的新动力。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致函感谢克雷亚女士，并对她的工作给予了鼓励和赞赏。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